再來看，針對中聯問題幽案，今仔日反映在野黨的立委是質疑台糖真做是國營企業，無用愈較懸的標準來主動通報。也毋過台糖是強調講，目前的法規規定講，本片比超標的粗油，因為是只是原料，毋是產品，所以毋免通報。有國民黨的立委是建議講，這應該愛修法。小蘇嘛表示講，會過來討論。台糖5月向中聯買粗油，驗出一個低干部苯便比過懸。雖然台糖拒收，不過在野立委也是質疑是安怎無通報。請問台糖15月所發現有沒有通報地方衛生主管機關食藥署？跟我們報告沒有。你這行攏無就對了。因為他這個不是通報現在的食安法規定所要通報的項目，它不是。這個食安法很多專家都有見解，有法學背景都有見解了。那你說都完全都沒有通報，那就是把人給他吸尾料啊。民間他發現有劇毒的原料的時候呢，他依規定哦，要這個啟動吹哨者機制，並且要通報。那反觀我們全國最心愛的國營事業台糖，現在是默默退了貨，至少門前雪。後續如果食安法修正大院通過的話，我們當然是依法辦理。衛福部甲經濟部堅持粗油只是原料，也毋是產品，所以照現行法令免通報。不過在野立委認為，國營企業應該愛對食品安全更較關注。它不是成品，不是一個食安法管理，這個是確切的。這個其實如果在所有的製程過程中要去驗，我們也知道。所以你的食安法會修嘛？它整體的下降的%，食安法修的時候會不會把這一個洞補起來？我講這個部分大家可以討論。我們講這一部分其實大家共同討論在未來。鄉志公表示，敢是要修法會當討論。經濟部長龔明鑫嘛強調，若是立委修法通過，會依法遵守。龔明鑫嘛表示，未來台糖按算袂閣向國內採買粗油，會直接進口黃豆來提煉，提升油品的安全。民進黨立委鄭家彬嘛向龔明鑫建議成立食品產銷風險管理基金，來保護食安事件當中主動通報，閣有預防性落架，而且經過確認無責任的業者損失。記者綜合報道。